你把厨具放卧室干嘛？变态！你都在做什么？还能用吗？我喝水。睡觉前喝水会复仇。喝冰牛奶容易拉肚子。疾病对我没有任何困扰。啊。既然这么怕，还搬进来住干嘛？我选了黑白恐怖片。什么？当奶奶说你是黑白恐怖片。她可真会忽悠人，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光，把自己困在了黑白恐怖片里，为了钱，知道吗？看你挺辛苦，进来陪陪你。不需要。快11点了，需要加班。我不喜欢在家里办公。好，晚安。晚安。看好那个小丫头。放心吧。你这什么路数啊？你把厨具放卧室干嘛？变态！你都在做什么？还能用吗？你到我房间来干嘛？我饿了，没有人做饭，人起来。你是不是有病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